人讲食果子就爱拜树头，啉泉水就爱梳拳头，若食米饭的就爱拜猪头。伫嘉义市有一间北园国小，因特别参社区农会配合，学校内面也用一区田，要互学生囡仔亲身去捕田，了解到一粒米百粒罐的道理，也希望互学生囡仔更加了解在地文化。学生囡仔腾只家去田内底，摕蚵仔准备要来捕猪仔。虽然早时啊天气小可寒，但是趣味的体验也是互第一届来捕猪仔的学生感觉真新鲜。一开始会不会很冷？有点。那你后来会冷吗？比较不会，因为可以体验农夫的辛苦。你觉得天气会不会很冷？还好。你这样下去玩，你觉得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为什么不好玩？太冷了。这个囡仔有做过，以后吼，感觉讲这做田人的辛苦，因拢知影所以吼，咱和这个体验，我感觉安尼应该是袂歹啦。嘉义市的北园国小举办农业体验课程，4年啊甲6年啊的学生伫学校老师的指导之下，来学校的这区田捕猪仔。学校表示，这附近就是嘉义市的农业区，因结合社区资源，希望学生了解在地的产业。黏黏的，那你觉得会很辛苦吗？有一点，因为腰会酸，很黏又很滑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因为咱校的社区呢，附近拢是咧种猪仔的农民，咱的校都伫嘉义市的西北边，所以讲呢，咱利用社区的资源，所以讲咱学校发展的课程，就是甲咱社区的资源有关系，所以咱伫这几年来，咱就发展讲这个种猪仔这个课程。学校指出，进行这个课程，拢爱去外口借别人的田。即马学校改建工程完工，嘛有家己的田会当来使用，所以4年啊、甲6年的学生来捕猪仔，1年啊、甲3年的学生就来观察猪仔的成长。学生会用伫学校完整学习环境教育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